管理。好多人做錯嘅嘢就係話，所有平台都用同一個密碼，或者係好簡單嘅密碼，好似123456788咁樣。咁啊，或者係自己生日啦。仲有呢，佢哋可能會將個密碼寫喺張紙嗰度，咁啊擺喺台面。咁啊，正確嘅方法係每個平台用唔同嘅密碼，密碼最少呢要12個位，要有大階、細階、數字同埋符號做一個組合。咁啊，如果密碼太多太複雜嘅話呢，我會推薦用1Password 或者係 Bitwarden 呢啲咁嘅密碼管理工具。如果你懷疑俾人呃咗啦，咁點算呢？咁我哋嘅緊急應變措施係：第一，我哋即刻停止所有交易；第二，我哋打電話去銀行凍結咗個賬戶先；第三，我哋要 back up 晒所有同埋對方嘅溝通記錄；第四，我哋可以報警；第五，我哋聯絡相關嘅平台客服。最後我想講，我哋做聰明嘅電商一定要記住，網上嘅安全呢，就唔係一次過 set 好晒就算。